伊就是我的同兄，叫做东文。哦，同兄。哦，较袂想呀，原来舅兄，免礼免礼。同兄，兄亲咯，你嘛应该好转去呀。嘿，莲君，你是伫咧叫什么？我头一遍甲同兄见面，应该连则想要甲伊好好相谈者，你何必就赶伊走呢？小新是感觉人真野心。啊，对，你是带薪的人，应该连爱休息，免去伤疲劳咧。来，玉珍啊！来了，靠近小红呀。有莲君回房休息。是。我甲舅兄好好相谈一下啊。哎呀，佫唔走，去啊！是啦，小红呀，当然也较袂晓讲话，我是想讲万一伊若讲话去冒犯你，后头我甲舅兄也毋是别人，有啥物好担心的？你多当休息啊！真正个体。舅兄，请。是。手也冷啊，小王就叫顺安将手搁去温一较烧咧。顺安，免，小王爷，酒会误大事。顶一摆，若毋是小王爷咧上救，恐惊我即摆已经被人加禁伫迄个落来咯。我是讲，就即摆我决心要改酒。哦。是在下表妹王碧露。哦，原来东兄，你将军喜事咯！啊，舅兄啊，既然你是解酒，但是咧，这杯烧酒你一定爱干杯。愿你会当以后供养英才，也愿你。得条街喏。
小王爷上官。李大夫，你是有把握医好阮红爷的病？未必小王爷啊，那是上青龙，伊这个病啊是先天性的体弱，所以百病真容易感染。这应该就要好好来调养伊的身体，那安尼就会减少对伊的病哦。这个道理小王是捌，是要安怎来个调养？要无学生倒来去甲几户我游玩，只要青龙伊若有耐心，就要长期服用，固食一年。伊若是讲要较紧的，嘛是就要半年。那安尼继续落去，我相信青龙伊的肉体就会安泰。真好，李大夫，那安尼你即刻就倒转去替阮红爷甲游玩。是，要无学生过体。送李大夫出宫。是，请，来请。红爷，李大夫因是三代祖传的名医，伊一向拢是住伫迄个江南。这次来京中登友，我知影这个消息，随随派人去甲伊请入宫中，替红兄你伫咧医治。我相信李大夫这摆一定会医好你的病啊！真多谢你。哎呀，红爷，咱是兄弟，哪就这么真客气呢？我拢以为父王有意伫你为太子，父兄一定会心存嫉妒之。其实，若照你的用在，父兄却是真希望你将来会当继承父王的江山。红爷，皇朝虽然有意要立我为东宫的太子，要毋是为着红爷，你替伊逃避。即马小弟已经也请名医要来医好你的病，以后你身体若健康，东宫的太子，皇朝亏你当不可咯。谁人嘛未了解咱兄弟中间这份深厚的感情。奴婢叩见二位王爷。免礼。是。小王爷，什么代志？等姑娘生一个又肥又白的小王子。如意，恭喜你！我要做老爸啊！岂有此理！
真是欺人太甚。明伦，你唔通哭，你若哭，阿姨心肝真艰苦。英辉，已经又搁经过几落个月啊吼！你若无想爱明伦做媳妇者，你毋着量早讲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拖到即马当年军已经囡仔出世啊，无解明伦伫咧伤心啊。红玉，当年军虽然已经死囝，只要心切唔认，伊一句是如伊的切，一世人也免想要踏入去王府的大门。哼！大福姐，对伊的脾气，我真了解。你反对嘛是无路用，只要若是有当年军伫，伊是绝对袂心甘情愿甲我成婚。我明伦也毋是咧嫁袂出去啊，我必须一定爱甲如意成婚。对啦，明伦，你即马讲一句介对。既然如意甲遮尔毋捌好歹，安尼阿姨才慢慢啊甲你物色一个富贵无双的郎君。富贵无双，谁会比你帝王家咧？皇后，我叫表兄好啦，表兄就是未来的太子，我就是未来的皇后，以后你就是未来的皇太后，安尼，敢毋是搁较圆满？明伦，安尼你才是真巧的查某囡仔。阿姨以为讲你是无介意贵良咧，安尼你就有介意，怎样莫无良早甲阿姨讲呢？皇后，伦伦君主一向介意的是如意，伊甲如意这是天生的一对呀。唔免搁再讲，为着明伦的幸福，本宫决定坚持反对如意甲明伦的婚事。恁囝免想要做太子。你是我的囝呢，我是恁阿爹，你向阿爹笑一好吗？既然你我是阿爹啦，爹笑啊！爹笑你看嘛，你看。小王爷，哈，既然我是你老爸，出世几工尔，伊要来知伊老爸老母是啥物人？嘿，无你看，敢会讲我白贼嘞？爹笑个你啦，啊不，弟弟。唔能搞，我来靠我嘞！笑。小王爷，不管是小王子巴肚伫咧枵啊啦，你安怎甲伊摇嘛摇袂掂，我陪伊来叫灵母吼，叫灵母来饲恁啦。完了，嘿，哦，来，哎，乖，哎，听。丽君啊，你有看无？看啥物？你有看到咱的囝，安尼肥肥白白，遐尼食古锥。你若是去看到咱遐尼食古锥的囝，都袂想要搁去食菜做年糕咯。做年糕？是啊，当初你到京城来的时，你听到明伦军主讲甲我订婚，啊，你就安尼举手这要真情诗，感觉你叫袂记？当初我做伊当做兄弟，本来要用手剑甲伊刺死，家在是玉丁甲我阻挡，骗伊讲我要出家为尼，伊竟然一点仔怀疑都无。伊实在对我真好，甚至甘心失去做太子的机会。你想什么？
我是伫咧想讲，你若娶我，失去做太子的机会，安尼敢毋是我连累你咧？我相信，咱为着咱的囝，为着子孙，我的母亲早晚一定会认你这个好媳妇。评论郡主对如意忠情遐尔久，哪会忽然间改变主意，愿意要继续贵良？伊是一个真有心机的查某囡仔，一定是要用欲擒故纵的方法，逼我及早促成伊甲如意的婚事。我袂用伊搁再拖落去。万一冯秀若是真是将评论许配互贵良，我的苦心甲愿望，毋着全部落有空咯。海里靠给母亲吉祥。免礼。母亲，唔知选调海里有啥物代志要吩咐咧？如意啊，你若舅已经抱孙啊，你紧炸一寡礼物去迄个石门镇，替为娘甲恁阿舅道喜。是，什么时阵要上路咧？我已经命顺安将一切拢打点好，即刻就用去上路。这刻就要上路？是啊，既然是要向道喜，毋着爱着早去。啊，是。海里过是。路上着较小心咧呢。是。大福晋，一切拢准备妥当。有出啥物麻烦哦？当年军绝对袂当会活命。